姐姐，那个要害螳螂的野妖也是身着白裙，看着身形和姐姐很像的。本尊怕你赌约未了便失了性命，所以特来提醒你，提防你身边的明枪暗箭。明枪暗箭，会是谁呢？怎么最近没有看见你穿二弟送你的那套白绣裙？难道是那野妖偷了我的白衣作恶？为何偏偏要偷我的衣裙？而且杀的都是军中人，这是巧合，还是有意嫁祸？莫非野妖藏于李府之中？为何我感觉不到？莫非浮生施予我的灵力如此微弱？可我每日打理府上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，除非是别院。只有别院我没有进去过。近日李靖的态度这么奇怪，也许是他那里有问题。小姐，你不是说王校尉中午会过来吗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哦，可能是军中事务繁忙，我们再等一等吧。小维，小维，王大哥，我看院中的杜鹃花开得正好，所以就采些给静儿送过来。三妹以前跟我说过，她不喜欢杜鹃花的。这个我不知道。那这花儿就算了吧。小维，我知道你是希望三妹开心一些，但她现在情绪低落，为了避免像我上次那样把事情弄巧成拙，你还是顺着她的意思，尽量少一些见面是吧？小维明白了，我会尽量不去打扰静儿。小维，原来你会法术的，是清夫人教你的吗？清夫人送了我这串琉璃珠子，这珠子上带了些灵气法术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串珠子真的很特别。王大哥，你不是去找静儿了吗？小薇，我知道最近因为三妹的事情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对你许下的承诺，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也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三妹，让她受了伤害；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，让你心里难过。这都是我的错。王大哥，你别这么说。小维也有不是之处。不，都是我处事不周。小薇。
可能会害我的兄弟呢。我相信你，我没有怀疑过你。谢谢你，王大哥。谢谢你能相信我。对不起，王大哥。等小薇变成了人，就再也不会欺瞒你了。小薇，虽然之前有所隐瞒，可我还是相信你的。躲什么躲？连姐姐都躲。姐姐，我没躲，只是又没听姐姐的话，没去杀了庞狼。不是我找不到庞狼，也不知道他跑去哪儿了。我看你是根本就没去找吧。我现在就去找，要是找不到，我也不回来了，行了吧？这个野妖竟敢害到我跟王大哥头上，就算我灵力有限，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呀。刘兵头，王校尉，这寅时已过，卯时一到，天一放光，今天晚上就算是平安无事了。妖怪行事狠毒，无迹可寻，还是让兄弟们万事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大意。校尉请放心，这几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不下100遍了，只要兄弟们不落单，他们是不会出事的。刘兵头，你连夜辛苦，今天晚上又要起风了，还是回营休息吧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只是嗓子干了一些。好了，你别逞强了，赶紧回营吧。万一染了风寒，那就麻烦了。那王校尉就辛苦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走。走吧。是，走。吴老哥，你咳得这么厉害，也不多穿件衣服。我糊涂了，我带外衣了，就在城门外放。那您等着，我帮您去拿。你快去快回啊！我在桥上等你。哎，你不是跟刘兵头一起回营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王校尉，兵头的衣服落城门了，我帮他去拿。那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不好。刘兵头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王校尉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的命就让那妖给夺去了。你有没有看清妖怪的长相？速度太快了，一道白光过去以后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卿夫人送了我这串琉璃珠子，这珠子上带了些灵气法术。小维，小维，开门呐！来了来了。王大哥，找我有事吗？进来坐吧。王大哥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王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晚上，
那个弯心妖又出现了，我担心你有事情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那个妖怪抓到了吗？我晚到了一步，让他给跑了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也累了一夜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。王大哥，慢走。还好，我有相似的珠子可以蒙混过去。希望是我多心，王大哥没有捡到那颗珠子，那野妖受了伤，这几天应该不会出来害人了吧？我不能再露出破绽，会令王大哥起疑心的。小薇，你还是在骗我。你到底是谁？